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讲的主题是月经港的这个水环境改善计划哈。这边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在月经港灯节之前，能来到我们这个水环境，就是盐水的这个大排这边来看我们当初前瞻计划所通过的这个水利建设，来看一下。那我们希望在月经港灯节开幕之前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成果。事实上，这个部分本来是单纯的水利建设，是在前瞻计划里面由这个中央拨款，能够让我们盐水的这个大排不要再造成一些水患。但是在水利建设之外呢，我们结合了工务局跟文化局，一方面把水利做好，一方面把这个造景做好，也可以发挥景观跟水利两个这个功能，能够让这个单纯而且枯燥的这个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变成让人民有感的一个文化造景的部分，能够一方面让盐水小镇这个有许多增加更多的景点，那一方面配合像现在的这个月日美术馆，以及将来马上就要接棒的月经港灯节，能够让这个盐水带动观光人潮。我觉得这部分未来也是台南市政府跟中央合作的一个重点项目。也就是说，除了单纯的水利建设之外，也要或者是单纯的道路建设或单纯的公共建设，也要有一些造景的功能，能够让民众这个视觉上或感觉上会更好。譬如说我们竹溪也是这样子现在月经港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也希望说将来在跟中央争取经费的时候，也能从这个方向多多思考，多来规划。一户里落3万家吼，这句话大家拢知影，但是有足侪人唔知影，讲后壁还佫有一个4月丁吼。那么咱伫民调的时阵呢，这个一户里落3万家吼，这是咱台湾对外3个上重要的这个港口啦吼。那么到着清调的时阵呢，因为咱的咸水这个月经港家，因为靠海的优势，佫有这个船只的这个往来，所以呢，互咱的这个月经港呢嘛，慢慢安尼活络起来复苏起来，繁荣起来。那么到了后来呢，因为有这个集水溪甲巴掌溪，有污泥的这个困扰所以呢，咱的这个月经港呢，佫慢慢来没落了那么伫最近这几冬呢，咱台南市政府呢，开始来建设着咱的月经港伫最近这几冬咱伫每一冬的这个元宵的时阵拢有咧办这个月经港的这个元宵灯会较互咱的这个月经港呢，佮慢慢来复苏互咱的这个月经港佮风华再现那么市长黄伟哲呢，伊就职了后。提出的这个3个提升加3个永续的这个政策咱台南市政府呢，这个水利局嘛加用心来咧落实咱市长的这个政策。那么伫这个月经港就是因这个改造的一个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那么这个盐水区的这个月经港水环境改善计划呢，伫今年伊个来参加着咱经济部的这个水利署第2届这全国水环境的这个大赏来得到这个乐活生态奖那么，互咱较骄傲就是讲伊是全国唯一得到这个奖的这个城市。那么，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水利局局长韩荣华局长来跟咱分享这个荣耀。局长你好。是咱亲爱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局局长韩荣华今仔非常欢喜来到这甲大家分享咱迄个月经港这目前的建设的成果。是，那么讲到月经港首先呢，咱来甲局长拍拍手较拄咱有讲嘛这个计划得到咱这个水利署的这个奖项那么跟咱分享一下这个荣耀好不好？是。
这项吼，是阮今年吼，阮台南市水利局吼，我们目前大概我有提报2件啦吼，这就是咱的迄月顶港的一个阮的水环境改善的计划。这项吼，这项已经得到阮水利署的这个水环境大赏。另外吼，我们大概也有提报的，就是咱客人的竹溪吼，德 K 吼，德 K 这类部分，那我们也提报，也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那在我们的月经港的这个部分哦。我们也知道过去看到主持人都甲大家介绍吼，因为过去咱咸水吼是一个足繁华一个都市啦吼，所以古早时代呢，若要甲即迄个物件你运输吼，拢要透过咱的咱的排水送到咱的咸水港、月顶港遮吼，然后伊水开落来了吼，开送到迄个嘉义啦，咱到新营吼，等等去出去。这月顶港呢，咱也了解，经过这时代变迁了吼，即马已经慢慢已经有淤积啊，我们讲陆化吼落，即马伊淤积了，当然咱即迄个使用的状况，甲过去就一寡无共，因此呢，为迄个关系合并了吼，100年开始，市府一当阵就咧推动吼，咱新营咸水迄个双星共悦这个计划内底吼，阮就积极来争取吼，水利署的相关的经费吼，来办理咱的月经港的改善吼。一当阵就开始就咧规划。阮的迄个一当阵呢，咱的水利局的前局长李梦燕李秘书长，现在是我们的行政院秘书长了吼。他那时候在担任阮水利局局长的这个时间吼，伊就特别吼，就邀集吼，阮的水利局的这些同事，搁咱在地乡亲来讨论吼，咱月顶港要安怎来要来互伊活化。当然过去咱甲一乡亲来讲，阮早期月顶港这边遮吼，水准价是会当100，吼所以讲吼，咱因为即马时代变迁了，开始甲乡亲报告，就是讲咱的水道的环境都慢慢那种缩小起来，包括伊的水质也无遐好，所以即马咱。即马迄个啥，伊大家使用这个月顶港的机会就愈来愈少，所以因此呢，开始阮就大家都咧想讲，要安怎甲这个迄个月顶港这边加伊的迄个水域的环境能再富裕啦吼。这个是当时大家一直甲咱在地乡亲一起讨论甲努力的目标啦吼。那因此呢，阮迄个水利局有争取到迄个水环境计划内底差不多2亿6千几万的经费吼。阮就包括水利署、营建署、甲环保署，阮就分做4个区域来办理。阮为这张图内底吼，咱的乡亲大家当来看卖吼。这张图，这就是咱大约月顶港的迄个范围啦吼。这个月顶港呢，拢总的迄个长度吼，伊的周遭的长度加起来了，差不多有41公里。伊的这个水域的环境面积哈，水域的环境面积大概有那个18.6公顷，18.6公顷这大哈。过去咱即马咱看到就是这信义路哈，过去以咱这个水域拉泄的这个部分哦，过去是拢迄个啥，拢淤积河道非常的狭小所以。咱这个争取经费的部分吼，拢总有把这个新的河道的这水域的面积打开，打开，咱个不只增加伊的河道水域，也把周遭的一些步道，周遭的步道大概有1.6公里，也有做了一个串接。那当然，有咱讲，咱的这个土黄色、棕色这部分，这是咱固有的。迄个月经港的部分，这部分它有8.6公顷，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争取了水利署的经费，去把它这个环境去做了一个改善，包含它的那个水域，包含它的一些河道的部分，那再过来呢，当然我们在这里面也争取营建署的计划有做一个串接。包括阮迄个上礼拜6，我们有去到盐水办的一个古月桥，这个高瓦桥古月桥这个的一个揭牌竣工揭牌的一个仪式，在登内市长啦，甲迄个咱的我们的行政院秘书长还有那个营建署的吴署长吴新修吴署长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揭牌仪式。那另外呢，刚才有甲大家乡亲报告，那为着要甲这整个公18-3跟公18-5这2个18-3跟18-5这2个水域也当串接，我为头前一当中也有设了一个新的
自行车道刚够桥哦，在这个地方哈，我给它命名为新月桥、新月桥哈。现在叫新月桥，因为这一开始这个所在哈，就像咱月丁港来讲哦，因为月丁港早期的迄个，伊这个名就是讲，刚像初一啊哈，初一的迄月娘同款，初一的月娘啊，所以当这起我们在这边有初一的新月桥，这边有月满哈，那这里整个初一到15啊，这个。我们的古月桥就是咱的看咱的迄牛牛的造型，就是有一个就是有非常有月圆哈，圆满的一个意象。那大概我们从呼应啊，呼应这个整个的造型，那整个这个水域的部分，包含后来我们为了改善它的水质，我们在前端这边有一个水质净化厂，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土库路、盖丹的信义楼，这整个我们的区域也做了大概有6处的一个水质的一个处理，一个节流处理，大概整个我们处理的总经费是2亿6130万元。好，这是在我们目前来说，是我们努力的这个目标，一个成果。就是讲吼，咱月经啊，拄则咱一开始有讲啊，因为迄个巴掌溪甲积水溪的关的淤泥啊，吼，啊，互这个所在慢慢的没落啦，吼。啊，当然住伫这个所在人，希望讲，这个所在是以前吼迄种繁荣的这个情形啦，吼。那么咱市政府嘛是真认真吼，用心要过来甲伊活化吼。那么伫这个工程当中吼，咱也拄啊有看到，咱局长甲咱介绍吼，除了讲，这环境的这个改善吼，啊，那么咱整个吼这个。买带动咱盐水地区的这个经济，是，好啊。那么我在想呢，带动人潮进来，好，有人潮就有商机啦哈。那么继续是不是咱局长佮咱介绍吼，咱这个计划一寡部分的内容？是好。啊，首先吼，甲都甲初步介绍过讲吼，阮这个。规个整个一个迄个水环境改善的计划内底有4个计划。第一部分吼，即马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在我们那个公18至4哈，伊迄个部分包含那个18至1，整个水环境的部分哦，这古义尾伊的迄个面积差不多有8.6公顷之多哈。啊，伊这部分咱从咱的过去这相片咱哪知哈，我们这边有提供的资料。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整个水域，它指的。一整个整治拓宽完之后，那盖的重要是，我们也有加了很多的生态富裕的概念进来。我们旁边的一些植栽，我们也有保留。那另外呢，我们的现况哦，从我们的照片可以看得到哦，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护岸都是一个缓坡式的渐进式缓坡啊，我们用抗冲丝网啊，这个缓坡是。它的功能是它的功能哈，除了可以减少这个我们的护岸的崩塌之外，鸟类啊，整个在鱼类，整个可以透过这个水域涨潮的时候，就水域上来退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整个护岸上面都可以有做一个栖息。骄傲哪边在这边有做一些栖息的部分，所以我们对生态也照顾到了。是啊，所以刚好这整个一个水域的部分，我们大概都是秉持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可以照我们看到，从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我们周遭，我们也做了一些生态式的一些步道。哦，在既有的一个整个水域里面，它大概是有25公里之多哈。那我们在这个部分，除了这个整个环境该神料啊，也步道，包含的我们这边也种了很多的一些的植栽，新植的哈，有水黄皮啦哈，有苦楝呐，有的对，这很多种，大概有7种的这个相关的植栽哈，也会慢慢的也会在这个地方，日后也会在这里也会成荫。那所以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日后为咱这里月丁港，咱的周围的迄个咱的步道吼，你散步的时候，其实乃当就利用迄个很愉快的心情，然后为家里行路，你散步。就是疗愈啦。是。现在人吼，工作吼，每一天吼，拢安尼压力很大，有时候吼到这个地方来吼，舒压一下，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候啦哈。那么过去啦吼，咱有当时讲希望讲欢迎啊。繁荣的这个后遗症，有时候变成吼，咱的建设破坏咱的生态哈。但是咱今嘛这个建设，咱都兼顾到说，我们要就是讲对着这生态，还是讲对着咱的环境也要做保护啦哈。所以咱今嘛哈，伫这个设计的这当中，拢有去注意着哈，这面面俱到啦哈。较袂讲吼啊，以后啦，咱看到的东西啊，所有就是讲。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而现在反而哈，我们会照顾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咱的生态照顾到，啊，互咱的民众哈，来到这个所在哈，可以疏散一下咱的身心。今麦人每一个人哈，我咧想，大家拢知影讲哈，
工作压力很大哈，有这个所在能够休闲也是很好的去处了哈。我希望阿哥有足侪哈，咱的这个计划内容，是不是局长跟咱分享？刚才哈，那我们主持人这边有跟大家说明的，是讲给大家说明讲，阮其实阮水利工程来对哈，当然。第一个，那个在水环境的过程里面哈，我们的排水防洪整治，这也就是刚才我们也必须要首先要兼顾的哦。排水改革它的饮水的问题哈，这个在台南哈，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饮水的问题改善哦，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那当然第二阶段，刚才我有跟大家报告，旧有的环境的水域有增加它的河道宽度，整理之后哈，以边来补道，有迄个咱的种，个种一寡树啊，互咱亲朋友会当来迄个。休闲游憩，那我们的刚才讲的，我们在我们的公18至3跟公18至5的部分，这刚才是本来伊的迄个啥，伊的迄个环境是非常的糟糕。那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个水域，大概都已经打开了哈，现在水域都打开，而且上游的水质也做了相当多的改善。那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们的部分原本它的渠道我们是较宽咱前边应该是去到过去对这所在有了解然后去弄当发现阮即卖改变。即卖伊的整个的迄个开发的区域，这部分大概有10公顷。它这边所增加的滞洪面积大概有6.8万吨的一个滞洪量。落雨的是这个所在就是会当滴水的所在，偏边甲这个雨水呢，影响会走来到咱的。咱的迄个马路，咱的街仔路内底，造成市民朋友饮水的问题。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而且提供了，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为了串接也将周遭的迄个上它的那个步道，这边大概有给大家报告，我们前后大概有1.6公里，在这个区域里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步道的一个串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方式的一个改变，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一直到我们的月经港。这个部分看起来都其实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那当然，除了水利局之外，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文化局也有很多也改变这里，公务局也好，那这边家也跟我们水利局一起来合作。对，那都发局是我们的那个窗口，我该就当他给我要透过都发局上去到营建署去给我们进驻监护。因为我们除了硬体，还有软体的部分文化这个部分也要进入了那么好多局长讲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滞洪。我在想呢，咱的民众都怎样听过滞洪我没有听过滞洪池但是有的民众知影讲什么叫做滞洪滞洪池这什么意思？滞洪池就是讲过去这卡底下它就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阮就水利局，阮叫你设计这个滞洪池伊即马就是一个讲它当然它就透过下挖那一落雨来是就当来滴水。刚才有报告这个6.8万吨的水6.8万吨的水跟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滞洪池，它没办法调控。咱落雨时呐，这个雨水无法度来到咱的滞洪池去滴。大概想看嘛，这个水要走去滴，走去产地，走去路里，饮水，造成就是加雨可能是饮水的问题。有这个滞洪池，阮会透过阮的排水系统，把水引入来。等甲咱的迄个落雨较停的时，咱的排水沟的水有迄个开始退了水位开始退了，阮把滞洪池的水给引出来，甲放出来。来做第二处的迄个滞洪功能所以讲这个滞洪池的部分，当然是即马咱迄个落雨天的时，会当来做滴水的功能。即马大家即马佫讲到，因为今仔来开始，今仔咱18号11月18开始，水利署就佫公告，咱即马咱台南市咱的水正水情即马又进入到黄灯了那遇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现在水利署也有在推说，类似像滞洪池的水，平常如果豪大雨完之后，它有储水之后，这些水可不可以想办法来做2次利用？再把这个水源这个活化。这嘛，这哪是未来阮甲水利署今嘛等于讨论讲，没有那个滞洪池这个部分觉得它的平常如果豪大雨蓄水、滴水滴水。刮到各利用来动作咱的其他的水资源来做使用。所以咱今天有看这波人，真的长知识了你后摆出去，你人讲讲什么叫做滞洪池？滞洪池的意思是啥物货？就那像我来形容啦，那就讲以前咱厝啦是咧落雨有滴水的时候，咱都会摕一个水桶水清水迄个水桶内底的水后摆咱就会摕来利用比如要压水也好啦，要洗物件也好啦那么类似这样的意思啦那么咱滞洪池咱今仔日经过局长的介绍咱就
大概拢了解。那么我想呢，咱的这个计划内底还有做者丰富的内容吼，甚至局长再继续跟我们是，大家各做说明吼。咱较早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阮迄个啥，这河岸、河道啊，甲迄个步道，我们做了改善之外，吼，阮其实佫有甲迄个啥，在水质做一个改善。啊，我们在位于信义路啊、头壳路这边家，我们大概做了6处的相关的节流，就是甲咱市区的水吼，伊即马因为阮即马咸水这边家吼，阮的下水道有水的下水道系统，即马等你推动，吼，啊呀，迄个那。争取迄个营建署的经费，慢慢啊，阮为新年开始会搁做来到遮。啊，目前因为迄个还未做污水下水道的这个迄个公线，所以咱介在处理内底污水，就经过遮迄个厝内底排水沟，可能拢排水到咱的月丁港，所以咱的月丁港的水质无介好。啊，因此吼，阮的规个改善的计划内底，吼，阮也争取到环保署的经费，吼，差不多是超7000万、7600万左右。啊，阮的部分呢？这两位吼，我们设的一个水质净化厂，好，在土库路边啊呢，阮就一天会当处理到730吨的水，好，就是处理了的时，啊，阮会当经过排放，排到咱的迄个月丁港内底，好，使咱的迄个水质人较好。当然，哦，咱的市民朋友感觉讲，啊，是毋是？即卖迄个水质佫无够好，哦，伊讲阮去做迄个竣工揭牌时，那市民朋友甲遮议员有咧讲反映，阮讲这当然这是阮个第2阶段，阮改善的目标，会去甲迄个啥，咱四周围还有一些，佫有一寡迄个污水的排放的部分，阮会做一寡节流，啊，包括甲大家报告就是讲，甲营建署安那争取咱的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办理，吼，甲咱的迄污水做一个收集，啊，另外。咱这个部分，较早有讲话，就是有咱即马上基本的、上简单的，就做一个水质的净化的处理场，吼，啊会当甲这处理过排水排离到迄个溪底内底。啊，即马阮较早就报告讲，为什么咱这个月经港的这个港点这个计划吼，不只得到迄个啥水利署的这个水环境大赏，包括迄个咱即马台湾一个河西网吼，河西网，这个河就是。水河的河吼，啊 K 就是 K 啦，K 水的迄个 K 吼，伊这个一个网站吼，伊这有一个甲一个迄个咱社会团体这边遮一个专家学者吼，一个网络啊，又去评鉴咱台湾吼，即马就是讲水利署也好，啊环保署、营建署因即马推动的这个水环境计划内底，因定咧讲有当时啊，咱做的物件是毋是无符合生态？啊，因这部分呢，因这团体呢去到阮现地看，监督，阮若得到金苹果呢，不是咱苹果，是一个金苹果奖哈，是一个非常对我们现代的我们这个工程，也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哈。包含刚才给大家请报告就是讲我们的生态，因为你水清去了，水若清去，咱的迄个鸟啊啦哈，伊个啊甲迄个鱼啊哈，就会在这个里面都慢慢的会在富裕啊，都富裕过啊。包括阮其实阮四周围内底吼，阮伫整理内底，这专家学者若甲阮建议，草啊袂使清了伤清气，因为若清了伤清气，这迄个啥，迄个这动物，昆虫没有办法，就无都会遮栖息啊吼。所以这个部分免哪顾着吼，咱的一个环境的迄个迄个保护平衡啊，环境啊，甲咱的生态，吼，生态富裕这边遮，这是若水利局，阮会佫更加重视吼，啊，阮来努力来甲维护这环境，系啊。那么，他拄啊，咱局长在分享的时候，咱就知影讲吼，咱摕这经费去争取经费来，吼，我们没有乱做，咱不是凊彩敷衍了事，吼，咱是真正用心的做，所以咱得到这侪奖啦，吼。那么我想呢，这月经港的这水环境的改善，吼，咱有做一些效益出来，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下。是。那为这个整个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市民朋友来报告了，讲吼，重整在我们的。整个月经港的这个整个水质改善的部分呢，第一个当然有特别提到我们的那个减灾治洪的一个效果，大概给大家报告，湾利用新开辟的这个水道大概有10公顷，它治洪量8.6万吨的一个治洪的一个效果。那当然下游的水道我们也有整个把它打开，把它打开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呢，大概我们在这里呢，大概有做了相关的在4.1公里，4.1公里的整个水域的整个步道，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可能有些市民朋友觉得，我们的步道来讲，盖成做料不盖熟悉啊，但是这是最一开始
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上一开始设定的，那有一些这个步道我们也会再继续后续再做一些改善。可是这4.1公里的整个串接下来那加2年那当加2年，那规个要加10公里啊这对我们一般的那运动来讲，运动量也够了所以说大概就整个水岸的环境的一个整治。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水质净化的一个功能，刚才有报告过了，就是说我们整个它2处总共有一处我们在土库路的时候在730吨在那个新路的部分大概50吨，整个780吨的一个水质净化。那它这个整个优化的整个水域大概18.6公顷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面积那再过来就是我们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呢，我们里面其实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咱的火花，我讲过，即马咱的月顶港你看，即马唔是讲咱的火花拢做一寡混凝土的护岸，直立式的混凝土护岸，我们改成是一个缓坡，用抗冲蚀网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刚才咱主持人有特别来跟我们在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刚才所提到，都有它的意义的。它就是可以让除了减少我们的护岸的崩塌之外，它鸟类也可以做一些栖息再利用这个缓坡。所以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注重到生态。对，注重生态上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节能减碳。再重要是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现场的部分各位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古月桥，那古月桥过去当然它是一个土堤就是一条信义路经过。现在我们把这2个公18之4跟公18之52个水域串接之后，那边当地的民众在说，我是不是下骹那个古月桥是一个拱形的一个桥梁？我下骹是不是会当够准，会当经过？有想到是所以这点的是阮当初是你设计的是当初就考虑到这点。李梦燕那个秘书长在担任我们局长的时候，就特别跟阮这同事讲咱的部分咱的桥梁是不是迄拱桥的高度要有够？所以阮现在目前迄高度上无拢2米高，2米高，最高那个有2孔有2米高所以咱的各准会当位下骹经过。所以当然它整个串接，还有我们在比较上游的部分有一个新月桥，那个自行钢构桥自行车步道的一个钢构桥。那这2个桥梁的一个串接，大概就把我们整个刚才所提到那个水域那个4.1公里的这样的整个环境可以做一个串接起来。所以咱这个月经港这个水环境的改善主要讲对这个水质做改善对咱整个环境嘛给提升，互伊更加水啦而且呢，咱有去照顾的生态然后呢，当互咱的民众在这个所在休闲健身好多的功能那么咱今天真感谢局长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咱月经港的这个水环境改善。最后咱局长有啥话要跟乡亲朋友讲？是因为最近咱即马会拄到的问题就是迄个啥，这个整个环境改善完之后大概还是这边呼吁咱的市民朋友咱去到咱的迄个整个在运用我们的水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设施你运动周遭的时候，麻烦我们的市民朋友发挥一点公德心咱随时可能都会带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零食或者一些吃的东西也好，都可能在那边周遭都会运动，麻烦你们。这运动了的是，把咱手内底的垃圾也把它带走为了我们的环境为了这个部分，希望是说能那个大家发一点公德心，把我们的环境一起来那个把我们顾好，把它顾好另外呢，咱若发现到咱的即马咱的环境内底有啥物个需要改善的部分，那麻烦这市民朋友我去打电话到咱水利局这边办公室这边来甲阮指导，阮的上紧的时间，甲阮的缺点的所在，佮甲我尽量来做改进。是，这公德心非常的重要啦因为咱要建设这个工程，你也看开遮尔侪亿啦咱若一个人无该好好甲保护，有当时咱佫较开较侪钱来维护回来那么这是得不偿失那么有民众拢会欢迎啦咱溪北的这个乡亲讲那个县市合并了，敢若像讲咱溪北这边无重视，其实我们溪北这边咱嘛是足重视啦那么今日感谢咱水利局咱韩局长来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月经港这个水环境改善的问题。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乡亲娘，我们下次见